好，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给各位大家介绍，我们在世间呢，对什么事情的够用就好了。从前呢，有一个人，他一生呢都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呢，他存了500万了，他就打算呢，利用这些钱，好好的来享受一下快乐的生活，什么事也不做了，只是想着到世界去旅行。可是天不从人愿，死神呢，却在他出门前的那一天晚上降临了，要带他离开世界。尽管他百般的哀求啊，说尽了各种理由，但是死神呢，就是不肯让他多活一天呢。于是呢，他就向死神利诱的这么说：“你再让我活1个月好吗？我可以分给你1半的财富了。”这样，但是死神根本不理他了，只是拖着他就走。这个人呢，马上就说：“1个月不行，那能不能1个星期呀？只要1个星期就好了。我求求你呢，我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好好过一阵子的好日子啊！我就为这个目标在努力啊。”他呢就苦苦的哀求这个死神，可是死神呢却仍然无动于衷啊。最后死神总算答应给他几分钟了，让他留下一张便条纸。结果这个人呢就在上面写着：“哎呀，任何看到这一张便条纸的人君子啊，如果你的生活还过得去，你千万不要浪费生命去拼命赚钱呐！你要把握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吧，因为我的500万呐，连1小时的人生也买不到啊！”各位，我们呢，好多人呢，有时候来问师父啊，说赚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够用就好了。话虽这么说啊，但在人们未能去除这种贪得无厌的心态下，多少钱才算够用了呢？自己够用了，但是太太不够用；夫妻够用了，但是儿女不够用；儿女够用了，的孙子不够用。你看，永久啊，没完没了了。所以各位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要把你辛苦赚来的这些财物，怎么样做一个充分的使用，能够利益广大十方可怜的众生。我们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多努力。佛一再告诉我们，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呢。什么东西你都带不走的。我们来是双手空空而来，去的时候双手空空而去啊。那你什么都带不走，是什么带走？业。你的业在世间你所作所为，跟着你一道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。那你所做的业是善业，你到善的地方；你做的恶业，你到黑暗的地点。唯有这个业如影随形的跟在你身边，你避也避不开，逃也逃不掉。你做好，未来必然就是一个好的环境。如果你做得不好，你就算有再大的钱，你用这些钱去造罪去造业，必然一定是堕落，一定是受苦，日子是很黑暗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警惕自己。我们希望借用这个机会来给各位大家互相勉励。阿弥陀佛。